話說咧，我大約10年前度咧，就成日去屯門騎術訓練學校嗰度咧畫馬嘅，因為我中意實物寫生。咁咧就屯門有得畫馬，係一啲咧退役嘅賽馬，呢隻馬咧叫和味龍啊，音兒啊。咁咧我畫嗰陣時候咧，就同嗰個馬主咧就傾咗偈。咁佢有時咧佢會放隻馬出嚟咧俾我畫嘅。6月27至29號，我會喺屯門大會堂舉行師生畫展嘅，大家記得嚟睇啦。嗰段時間咧，我好沉迷喺嗰個透視嘅畫法啦，所以我中意咧嗰啲攞一啲咁嘅角度，等佢插出去咧，然後一間一間畫嗰啲離欄啦。畫嗰陣時候咧，隻馬咧就係伸咗個頭，因為有時候觀察佢喺裏邊踱步嘅時候咧，佢會將個頭伸出嚟嘅。啲同學會問我：喂，如果佢冇馬嗰時點啊？咁我就畫後邊嗰啲草。咁咧有一次見到有一隻馬咧後邊經過，然後咧隔離嗰個咧有啲馬夫嚟嘅，同埋畫嗰啲樹影啦。我自己非常中意呢張畫，咁就喺今次展覽係會展出嘅，請大家嚟睇啦。